再来看海葵风台伫台东的东海岸吹16级强阵风，东海岸几10公里的行道树，大约300多丛拢倒去，市区嘛有上百丛的路树受到损害，到昨嘛拢总清出2000多栋的树仔咯。外界嘛质疑讲，这个树仔落当初拢是正月来种，所以无法度挡大风。公路局是表示讲，因会来检讨未来来改种本土的树种。 海葵风台登陆的时阵，东海岸的风台雨是扫一个真正力，公路的树仔嘛吹到长去乌白飞。东海岸的公路为东河到成功沿线，数十公里的车路，去有风扇倒去的树仔，都挡伫路中央，影响通行。外界质疑讲，因过伫东海岸公路种真侪雨伞树是外来种，袂当咧透风。公路局台东工务单伫风灾了后做检讨，未来种的行道树要改做种本土种，而且会当咧透风。 后续要去补植的部分，可能会倾向于比较适合种海岸林的这些，例如是台湾原生种的琼崖海棠等等我们会列一个补植的一个对象。风灾了后，县府初步估计，台东县有上百万丛树仔受到损伤，到初十暗时为止，清理遮倒去的树仔都有超过2000多栋。县府嘛伫咧检讨，未来种的树仔嘛要尽量以本土种为主，减少防灾树仔倒去跌到车或者是电火条的灾情。 尤其台风中心附近那所有的山林啊，包括各式各样的树木，总共倒了将近数百万棵。那其中当然有很多外来种是银合欢。公路局台东工务单表示，目前东海岸公路还佫有部分倒去的树仔，按算要半个月才有法度清理好势。因若县府明年种树节，要送互民众的树栽，县府讲会考虑送树根发出来了后，会较用的树仔为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